喂喂喂，呢度係文哥聊天室，過嚟傾下偈，吹下水，乜嘢都嚟噏一餐。歡迎嚟到文哥聊天室。2025年5月30日，恒生指數最終收市報23,289點，下跌283點，跌幅為1.2%。呢個表現反映咗市場對環球經濟不確定性同內地政策效應嘅複雜情緒。雖然醫藥板塊表現突出，但整體市場情緒依然偏向審慎。環球市場方面，美股喺5月29日表現穩定，道瓊斯指數上升0.28%，納斯達克指數上升0.39%，標普500指數上升0.40%。美國市場呢種溫和上升為亞洲市場提供咗一定嘅支撐，但係特朗普關稅政策嘅司法角力令投資者保持謹慎態度。美國貿易法庭部分叫停特朗普嘅全球關稅，而聯邦上訴法庭又暫停咗前者阻止特朗普徵收全球關稅嘅裁決。呢啲不確定性增加咗市場波動。內地經濟數據方面，5月份中國經濟繼續展現復甦態勢，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6%，九成地區、8成行業、近6成產品實現同比增長。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4.8%，比上月加快1.3個百分點，顯示內地經濟內生動能正在加快修復。不過，當前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有所上升，國內有效需求仍顯不足，呢啲因素都對港股市場構成壓力。恒生指數喺5月30日呈現先低後回穩再回落嘅走勢，開市時恒指低開233點，跌幅為1%，報23,339點。半日收市嘅時候，恒指進一步下跌至23,224點，跌348點，或1.5%。最終全日收市，恒指報23,289.77，下跌283.61，跌幅為1.20%。成交額達到2,715億6,300萬港元。呢個表現反映咗市場喺開市後嘅沽售壓力。雖然午後有所企穩，但始終未能扭轉跌勢。國企指數同樣表現疲弱，收報8,432.02，下跌127.69，跌幅為1.49%。恒生科技指數跌幅更為顯著，收報5,170.43，下跌131.49，跌幅達2.48%。醫藥板塊成為當日市場最大亮點，石藥集團升幅最為突出，全日上升7.35%，收報8.18港元。醫藥外包概念股同生物醫藥股普遍做好，超顯新藥升14.83%，藥明生物升10.04%，泰格醫藥升9.95%。呢啲表現主要受到美國貿易法庭對特朗普關稅裁決嘅正面影響。前期受損標嘅迎嚟反彈，科技板塊則表現疲弱。騰訊控股下跌2.5%，收報497.6港元。阿里巴巴跌幅更加大，下跌3.56%，收報113港元。美團下跌1.5%，小鵬汽車跌5.037%。呢啲科技龍頭股嘅疲弱表現拖累咗整體指數。從成分股升跌分佈嚟睇，恒生指數83隻成分股裏邊只有6隻上升，66隻下跌，11隻冇變化。呢個升跌比例約為7:93，反映市場普遍偏淡情緒。即日資金流向方面，南向資金呈現分化格局，盈富基金錄得最大淨流入達52億4,500萬港元，淨流入比例為26.16%。美團獲得19億4千萬港元淨流入，恒生中國企業 ETF 亦錄得12億4千萬港元淨流入。相反，騰訊控股錄得最大淨流出達11億8,100萬港元，淨流出比例為15.41%。阿里巴巴亦都錄得7億1,200萬港元淨流出。呢啲科技龍頭股嘅資金流出，反映咗投資者對科技板塊嘅審慎態度。從較長期資金流向嚟睇，5月份整體港股市場資金流向偏向謹慎。外資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嘅擔憂，令投資者減少對香港股市嘅配置，特別係房地產同科技板塊。本地基金則更偏好防守型資產，如高股息嘅公用事業股或穩定嘅收息股票。截至5月30日，恒指牛熊街貨比例為65:35，即係牛證佔65%，熊證佔35%。呢個比例顯示市場整體仍然偏向睇好後市，但熊證比例亦都有所增加，反映咗投資者對短期走勢嘅謹慎。熊證街貨重貨區集中喺24,000至24,099點區間，該區間熊證數量為616張，
較上一交易日增加38張，最多新增紅證集中喺24,500至24,599點區間，新增91張紅證，反映投資者對恒指上升至呢個水平嘅阻力擔憂。牛證街貨重貨區則集中喺22,900至22,999點區間，該區間牛證數量為933張，較上一交易日減少108張。新增牛證主要集中喺23,200至到23,299點區間，新增34張，顯示投資者對呢個水平嘅支撐有一定信心。好啦，又到咗片尾，如果鍾意今集內容，記住按 like 支持下，順手分享出去。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下次再同大家吹水，拜拜。